差不多11年前，11年前。那我那个时候，我上大学才学吉他。那我和我的老师学吉他，给汤姆哈克花莲的汤姆与哈克的汤姆黄黎明老师。那我刚开始其实是写国语歌，黑下方音歌曲。后来是因为老师参加了那个行政院文化部办的那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然后给就鼓励我，他就说，我知道你会创作嘛，给就给亚迪我会从客家歌，我会讲客家。他就说你是考那下客家歌吗？他就鼓励我说，那你写写看客家歌好了。然后后来我就去参加。那我第一首歌叫做《思恋》，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变成客家电视台《水色嘉男》的那个片尾曲。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变成片尾曲之后，我就好像有受到鼓励，我就更努力的去想说我可以去试试看去写些什么东西，对。那后来第二首歌《淡太太》就也是有去比赛这样子，那就得到那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佳作的。那我写一些歌可能就是跟很多的人有共鸣这样子。那很多人在我演唱完后，就是后来跟我讲，就是可能 Facebook 讯息啊，或是大舞台，后来就是他说听了很感动这样子，对。然后像我之前有写一首歌叫做《你会记得吗？你会记得吗？》那是写给我爸爸的。那因为我爸爸以前有中风过这样子，那就我所知，就是中风过的病人可能他老了，比较容易会出现，就是说把你的子女的名字忘记啊，他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你心智年龄不是现在的当时的70、80岁，然后我就写这首歌。那有时候我在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会看到台下有人在哭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虽然说母语可能他不一定是听的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可以打动人心的媒介这样子，对。就是继续写我觉得继续写客家的歌曲有一点就是第一个，有时候母语啊，我觉得写母语的部分和写国语。可能我写母语的内容可能跟亲情有关，更能打动人。那这也是当然是我会想要继续写下去的一个其中的原因。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现在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老师，我在学校教小朋友唱客家歌。那我也会希望，因为我现在也有在开始创作一些客语的童谣。那我也会希望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他们也会继续听我的客家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母语客家话是一个蛮有趣的语言，这样子。但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就是从我自己教学相长，我自己可以从小朋友身上获得很多，对，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这样子，对。大家好，我是音乐厅，我是叶玉婷。我的母语台湾的歌流行音乐会12月28号在台北车站，欢迎听演西子，共下来听演你唱歌哦。